AI 已經重新定義呢個各行各業啦，咁好多企業都想使用 AI，咁但係裡面牽涉到一啲合規性同埋安全性嘅問題，究竟點樣兩者可以兼得呢？咁今日我哋有請咗我哋 Brenda 啦，我哋 Intelligent 嘅專家，咁佢今日會介紹一下關於佢嘅創新研發團隊點樣利用 AI 咧去幫助一啲唔同嘅企業去迎接佢哋嘅挑戰。我哋喺2017年咧，其實就已經開展咗我哋嘅 AI 之旅㗎啦。同年，我哋喺中國嘅成都咧，亦都開展咗我哋嘅第一個嘅研發中心。我哋希望以大數據作為基石，為客戶提供一啲唔同嘅數字化分析，幫助到佢哋嘅數字化轉型㗎。過去幾年咧，其實我哋嘅唔同嘅 AI 方案咧，都贏咗唔少嘅國際大獎㗎。好似 AI Data Bank 咧，就贏咗 Computer Weekly 嘅一個大獎啦。至於喺企業方案方面咧，我哋有 AI AutoOps 啦，亦都贏咗今年嘅 CHK 嘅年度企業方案大獎。咁過去研發嘅唔同嘅方案咧，我哋亦都累積咗有30幾個唔同嘅專利，亦都證實翻我哋嘅研發嘅實力㗎。但係早前啦 ，CBC 推出咗一個 SynMind 啦，星智神盾係由你哋嘅研發團隊咧去設計嘅喎。咁裡面究竟用咗啲乜嘢嘅 AI 技術嘅咧？我哋嘅 SynMind 咧，就主要由我哋自家建嘅 LLM 去做支撐嘅，因為 LLM 係我哋自家建嘅話咧，我哋就做好全面掌控，亦都 prevent 咗咧呢個 data leakage 嘅。咁融入咗 AI 嘅能力之後啦，其實 Sim 裡面嘅能力有啲咩嘅地方提升咗咧？主要有3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增強咗個檢測能力啦，優化咗我哋個 rule set 啦，咁另外咧亦都縮短咗我哋嗰個 response time 㗎。喺增強檢測能力方面咧，我哋會主動對 vulnerability 同埋 IOC 進行初步嘅分析，以降低對企業網絡嘅威脅嘅。喺優化 rule set 方面咧，我哋會通過 AI 嘅技術，根據客戶嘅歷史資料同埋最新嘅攻擊情報，調整翻偵測嘅 threshold 嘅，亦都就新收翻嚟唔同嘅 log 咧，亦都會為客戶重新 create 過一啲新嘅 rules， 切合客戶嘅需求㗎。喺縮短 response time 方面咧，我哋嘅 AI SOC 利用咗 AI 分析唔同嘅威脅數據，大大縮短咗故障排查嘅時間，由發出 alert 後到提供安全建議嘅時間咧，比以往快咗75% 嘅。咁 AI 咧已經幫我內部 SOC 嘅團隊咧增強咗唔同嘅能力啦。咁但係對於客戶嚟講，其實我哋 AI 咧有咩可以令到客 enjoy 到我哋嘅功能咧？咁主要我哋會提供一個智能問答助手啦，配以呢個 AI agent 啦。咁我哋公司除咗呢個7×24嘅熱線服務之外咧，我哋提供埋呢個智能問答助手咧，咁可以為客戶提供線上線下嘅全方位嘅回答，等客戶更加了解依家安全事件嗰個情況啦，或者唔同 level 去到邊度㗎。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配以呢個 AI Guardrail 去保障翻嗰個 LLM 去回答一啲問題嘅，因為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啲擔心 LLM 會亂咁答問題，或者將一啲機密資料可能 A 公司嘅，咁佢就泄漏咗俾 B 公司嘅。咁我哋有咗呢個 AI Guardrail 嘅話咧，人手可以配以一啲唔同嘅 rules， 根據翻每個公司嘅需求去做翻呢樣嘢咧，咁就確保嗰個數據安全啦。